你到底怎么了？别管我！你武功……对不起，我一时恍惚了，我……你武功没废。不是的，因为我是见到辟邪千步太激动，见到你太感动了，所以我才……东方不败，你这个骗子！我没有骗你，你相信我。骗子！骗子！你说我是骗子？我是骗子？我是骗子！我是骗子，那这个江湖上就都是骗子了，全都是贪婪的、庸俗的、自以为是、勾心斗角的骗子。我至少是一个想要改变这个骗子江湖的骗子吧？我是一个有理想、有抱负的骗子啊，对不对？我问你对不对？说话，说话。你要我说什么？说我蓝凤凰瞎了眼，看错人吗？你信不信我可以一掌打死你？好，我下不去手。从你身上，我真的能够感受到爱。爱在瞬间不就变成这样了吗？这个就是江湖，这个就是现实。现实就是比爱更残酷。我不想骗你的，但是我不得不骗你。人我行的阴招虽然厉害，但却比不上你的三尸脑神丹。多亏你遇到令狐冲那个蠢货，全都是假的。你们不过是我手中的一颗棋子。你想知道骗子是怎么诞生的吗？我给你讲个故事吧。一个关于武林宗师和一个孩子的故事。一个武林宗师要把一个孩子送入魔教，为的是当做一个棋子，有朝一日能够里应外合铲除魔教。
这个孩子只身来到魔教，深受魔教教主的喜爱。但为了不让他习得全部的葵花宝典，你知道那个魔教教主做了什么吗？他把这个孩子给宫刑了。从此，这孩子恨透了武林纷争。他知道，只有辟邪剑谱才是他真正的主人。只有得到辟邪剑谱，他才能复仇平教，他才能独步天下。才能不被任何人当作棋子。那个小孩就是你。任我行，我必杀他。当年我特地找到杨莲亭，就是为了留作对付任我行的杀手锏。可惜我低估了他对任我行的恨意。我娘最终因你而死，便要替他报仇。最后，被他那无聊的、可笑的亲情所左右。菲儿，爹对不起你和你娘，我不管你信不信，在爹的心里，你跟莹莹是一般无二的。害我功亏一篑。菲儿，不过所幸，我知道了你师父与任我行的恩怨，当真令我喜出望外，不枉我之前费尽心机引你上钩。任我行生性多疑，哼，果然不出我所料，在我离开黑木崖之后，他便拿朱雀开刀了。既然一切都在你的算计当中，那为什么你要阻止我杀任我行呢？向问天当时已死，任我行孤掌难鸣，我有更好的法子对付他。况且只有你保持恨意，才能激发你的无限潜力。整个计划中最让我惊喜的就是你了。原本只是想借助一下五毒教的势力牵制一下五岳罢了，没想到真让你把辟邪剑谱给我找来了，害我差点失去了定力。你以为你坐那儿看着我就可以杀了我吗？能吗？我只是觉得我是个笑话。我刚刚听了你的故事，也觉得你好可怜。是不是恨我至极，想将我抽筋扒皮？你若回头，你我还是路人；你若执迷，
必将自毙。小女子已经没有任何利用价值了，你还跟着我干嘛呢？难道你想看我痛哭流涕、摇尾乞怜吗？我欺骗了你的感情，将你玩弄于股掌之间，你就不想杀我吗？感情是扇窗户，需要两个人一起打开，而你我之间是一堵墙，何来感情？一堵墙？你是在讥笑我受过宫刑？你以为我真的爱你吗？我跟你一样，只是演戏罢了。原来你才是我见过最恶心的人。你敢骂我？